美国品种的芦荟硕大肥厚，原主和工程正忙着采收。它味道很重哎，很重，味道很重哦。然后它汁液就立刻这样滴了。对，那种汁液会苦。生芦荟闻起来臭气冲天，在原主眼里却是无价之宝。他的岳母10几年前生吃芦荟改善健康，而工程从此逢人推广芦荟的好处。美容啦，这个都有这种效果嘛。烧烫伤啊，都有那种芦荟凝胶啊，都有这个效果。细数芦荟功效，经营餐厅的原主夫妇研究出不少芦荟创意菜肴，迫不及待要到厨房一展厨艺。矮带唔稀，矮带唔稀。芦荟入菜，凉菜热炒皆宜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凉拌芦荟、炸芦荟、炒什锦和芦荟果汁端上桌。切除不要的外皮，其实也有妙用。女生都不会放弃，对它的美容功效，对不对？它有美白，它有防晒，还有保湿的作用。老板娘张炳燕来自中国云南，传统教育下练就一身好厨艺。嫁进客家庄10多年，要把一身好功夫传承给女儿。女儿的话，一定要会煮菜，才会嫁得出去。将母亲的养生药材融入台湾味，这一家人的努力果真好滋味。矮带唔稀，矮带唔稀。